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又到了千金铺的单元，咱今仔日呢又要来介绍参恒厝体这个原话伊所过的生活伊的生活方式。今仔第一句是参恒千万甲，公馆120庄，意思是讲，这个原话，这个主人，这个富户，伊的参恒呢有几千万家。结果的时阵呢？当然，伊家己无法度咧做遐一石头所以爱别人，爱请佃农，所以伊就专门负责什么话？伊的头路就是负责收租，伫外口收租的办公处、公馆，拢总有120庄啦，有120间啦，敢若公馆哦。可能大家了解咱全台湾有足侪地名拢叫公馆包括这个台北市有一个公馆这就是以前呢本来是外口这大的所在，讲产能千万甲，公馆120庄。原话主人这个大富户产能呢有千万甲，伫外口收租的办公处就是公馆，拢总有120间所以公馆的意思一开始是地主向佃农收租的办公所、办公处当然啦，咱今日讲公馆已经改变意思指官体也是呢这个自家的这个敬称所以咱来讲某某李公馆陈公馆什么公馆这是后来个进一步的意思。一开始是咧收租的办公厅、办公处，过来呢这算大好野人伊家己呢伊的头路干那收钱尔嘛，所以当然也有一寡老宅。老宅扫地砖地汤，砖呢，一个意思叫做煎鱼的煎，煎鱼的煎伊另外一个音叫做砖地汤。这老宅这是传统的讲法啦。其实咱后来咱讲苦乐，也是讲长工。老宅负责负责扫地、清气这个环境下水、下滚水、泡茶，就是讲在phòng台、在伺候这个原话啦。过来呢，有查甫做老宅做苦乐做长工若查某的咧就查某干堆腰骨查某干喺咧按摩啦，你喺堆腰骨啦这好野人的生活啦要困觉啦还是暗时要困呢，先去搬眠床眠床呢先用个清气，厝好势所以讲叫做老宅扫地砖地汤，查某干堆腰骨。搬眠床，好，这段呢就讲呢，这个大地主、大富户伊的徛家建筑啦，甲伊的饮食伊的食食的生活种种的形式，所以咱一开始讲的大厝9包5、3楼8里门，堂景兼7层，大厦兼花园，地台水阁，土楼兼石园，3餐5味，4撇1碗汤，大肥鸟收7层，金狮狗收后门。参恒千万甲，公馆120庄，老宅扫地砖地汤，查某干堆腰骨搬眠床。而且呢，伊的押韵拢是这个为头到尾拢这个过来讲一切一切现个美。另外有版本呢讲咧熬个水熬个水咱用一般的讲现个美。这个生意人呢这大头家呢，当然啦，伊唔是甲带一个某尔。有大某小姨，所以叫做一切一切现个美。现就是呢，看起来真贤惠，美咧就是美咧。若熬个水咧，熬个水就讲足欠卡但是呢个水面啦过来这伊想安尼安尼，逐日安尼咧吞咧食念伊嘛摇起呢。所以啦，就劝丈夫做生意因两个伊的某囝呢，大某小姨呢，两个人咧有共识。款劝苦劝伊的翁婿咧出外要来做生意赚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介绍到这，咱期待后一次空中再会。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党洪建教授主讲，党牛收录，多谢收听。